非常漂亮的地方。然后它是在我们那个后壁跟那个白河的一个交界。那因为它附近就有那个灵车陂、有将军陂，其实伊还有三个陂，然后还有木棉道，然后还有那个莲花。首先，我们也是为了考量西北西南的一个区域平衡啊，所以小南海是西北，尤其是大溪营地区所谓的白河后壁、新营、柳营这边的一个重点的观光区域，所以我们就以小南海为中心，然后周遭的配合它莲花土沟村这样子，把它做一个串联。那因为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所谓林出皮，它是曾经被誉为世界上最漂亮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以小南海为中心，周边做一个串联。平常市区的道路都非常整齐，那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同一段道路可能每天5万、10万人在移动，但其实在我们这个地方，它是作为经济生活还有它农业使用重要的目标，所以其实这次道路改善对我们非常重要。它这一次改善了很多，包含剖面的部分，还有它旁边的护栏设计，还有它旁边的植栽。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白河林出陂小南海一带，你有来过吗？它最著名的莫过于每年春天的木棉花季，吸引许多观光客及摄影同好。然而，为了优化当地的观光品质，台南市政府公务局利用交通部前瞻计划，进行后壁白河两区的重点路段景观及道路品质改善工程，其中更在南91线43处种植浪漫的兰花楹，在护栏上还有彩绘的乡村稻穗美景，搭配周边的自然景观，实在是美极了。白河关子岭温泉季就快到喽，不妨来白河泡泡温泉，顺道来小南海一带走走吧。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林出陂小南海是咱溪北的观光重点之一，尤其周边的道路，因为来观光的人愈来愈多所以需要搁进一步的改善。当然对于溪北，咱希望搁会当搁增加一寡这个建设，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请公务局来看这个道路的品质的改善，也希望说会让早期来完成，互愈来愈多人愿意来，我想这点是好代志。另外一部分咱农特产品嘛愈来愈多人愿意来这个了解。最近嘛有带来这个田根子草季嘛真侪北部的朋友来讲，哇，迄看的景色足水的，所以呢，我想这部分咱会搁加强来做，地方观光搁较足侪人拢愿意来台南，这点是咱的目标。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20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自9月份台南市实施交通严厉执法以后，死亡车祸事故已经降到2成外。现主时搁进一步透过省官学合作，推出风险地图的 APP， 这会当提醒用路人，特别是学生，经过容易发生事故的所在，一定要特别细腻。根据了解，这摆省官学包括国泰省险、市府交通局、甲交通大学等3方面结合大数据驾驶的习惯，以及各种交通事故风险的地点，先锁定台南大专以后，必到相关的验控区进行现场会勘，诊断分析出可能的危险状况，进一步制作出风险地图，甲随时会当查询的 App， 用影像方式甲 AI 互动体验。来提醒用路人，特别是学生，千万唔通冲进，一定要细腻。因为年轻人使用3C 产品的几率很高，然后这个要建立交通安全的概念，或者是在台南市里面把这个比较危险事故的路段这个建制起来，透过 App 的这个概念也比较好。所以我觉得感谢交通局运用这个年轻人喜欢3C 产品，然后高度运用3C 产品。那加上这个交通危险地图的这个建制，能够让年轻人在使用交通工具的时候，基本上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醒。那非常感谢许多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付出。我们希望说建构台南成为一个安全的城市。
那就从一个校园安全地图这个交通安全地图先开始。根据108年交通事故统计，永康区就是车祸严重的区域，其中将近3成是18岁到24岁少年朋友，尤其是拄摕到驾照的大学生风险上悬。对此，公局也表示，希望风险的地图以后会当扩大到其他区域，加强宣导，将交通事故降到上低。今日新闻军职何秋光采访报道。中大善心会选伫太子爷生日的农历9月9号前后，举办盛大太子爷文化节，而且结合爱心管美甲关怀等公益活动，甚至请来道长李友坤伫现场制作2只米零，邀请市民朋友做伙去了解台湾的传统文化。台南在地公益团体传递善爱协会，为了庆祝中元节甲太子爷的生日，今年将要伫10月24号、25号举办盛大的罗车太子爷文化季甲爱心关美公益活动。即届将要伫安平安逸停车场举办，邀请将近30个公益团体共同响应。20号上午特别举办宣传记者会，邀请民众踊跃来参加。今天呢，很高兴我们的传递善爱协会以及我们的中坛爱心会。今天要举办在我们10月24号以及25号在我们的安逸停车场来举办祈福的一个米龙活动。那也邀请我们所有的市民呢，可以借由这个活动一起来参加。那当天呢，也会举办许多的艺文活动那首先还是感谢我们李道长他当天会在现场呢布置一个2万斤2条的米龙。在我们的安逸停车场，那活动10月24号早上10点，我们会进行点睛的一个活动。那当天也会有许多的这个艺文活动来演出，所以邀请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到时候一起来共襄盛举。那也感谢中坛善心会作为这个负起社会责任，那作为领头羊先抛砖引玉回应大家需要帮助的弱势朋友。那也邀请。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我们24号呢，除了有这个很壮观的这个米龙的祈福法会之外呢，我们当天也有举办了这个捐血活动。那在此也是在这里呼应说，各位乡亲可以这个10月24号早上的时候就过来这个安逸停车场，做这个米龙的参观，然后我们还可以顺手。捐热血99。那当天我们有很多的活动，那我们也有这宣导这个交通安全，有这个翻转车的一个体验，然后在场有很多现场都有一些艺文的活动，那非常的欢迎民众大家一起来。这届活动现场也邀请道长李友坤以2万斤的白米制作2只米龙，为台湾来祈福。这个代表呢，把这个和顺阴阳调和，咱这个咱讲天地是天降甘霖，地发祥恩让这个天地气当和顺所以我们祈着国泰民安让小灾该疫。那么我们另外呢，我们要上祸煞，把这个邪气把它送离台湾这届现场也安排了抽货甲募集发票的活动，只要有参加，拢有好礼会使摕。民众除了会使做爱心，也会使趁机会了解到台湾传统的文化。这届募集到的爱心物资，也将会透过里长甲相关单位转交予有需要的弱势。台湾新闻郭武义采访报道。位伫永康的妇幼病院院长林景义，因为看到二小大桥救护分队成立以后，业务范围大，加上案件多，非常的辛苦，所以特别关注价值100万的救护装备，希望会当提升因的救护能量。道长各种上新的救护装备，拢是这届妇幼病院院长林景义捐赠予市政府消防局的，因为伊所经营的妇幼病院位伫永康东桥。看到当地新成立的二小救护分队，负责的范围大，加上案件多，为了让因会使更加顺利来工作，伊也特别捐赠了这个装备。19号上午，消防局也特别举办捐赠典礼，并由着局长李明峰上上感谢状，感谢院长的爱心。这个永康的地区人口数越来越高，那经过上次我们永康的大地震之后，我觉得这个救灾跟救护在这个方面是很重要的。那救灾救护当中需要的这个基本每个人的个别的装备，
在国家的经费底下不一定能够很充足的供应到，所以我感觉我用只是说这个抛装音乐这个钱来购买这些个人的装备，我感觉这是意义足重大的。这届关键的装备有救护头盔、战术剪刀等，总价值100万，提供予消防局来使用，对着救护人员伫急情的时阵会使发挥上大的功效，提升救护的品质。议长也希望透过安尼的抛砖引玉，予更较侪善心人士做伙来投入。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市毛豆种植的面积，新市区的占了一半，所以有毛豆的故乡这个称号。新市区农会甲新市区公所为了宣传毛豆产业，20号特别举办产业文化甲毛豆新品发表会，邀请市长代言，嘛为新市毛豆节活动做宣传。近年来，台湾的农产品渐渐打开国际市场，除了品质好。另外，伫个包装嘛开了真侪心思。今年新市区农会除了将热销的产品经典毛豆甲预鲜毛豆换上新的包装，另外，佮推出改良后健康的毛豆拌面，为台南的校面佮添一味，并且准备进军国际。2020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民众开始重视了我们的健康这个部分。那我们新式毛豆就是解决这个健康一个很重要的钥匙。那我们毛豆被称为叫做绿金的超级食物，所以新市农会把这样的超级食物跟现在最夯的拌面产品，把它研发出来，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吃到一个既能满足又有健康的这个新的产品，就是我们新式的毛豆拌面。新式毛豆拌面主要有3个特色，就是蒸、筋、料。第一个蒸主要是我们用古法的蒸法，让我们的面体在3到5分钟就可以煮熟，快速的上桌。筋的话，就是我们以黄金比例将我们毛豆粉跟我们的面体来混合，让大家吃的时候吃得到健康的毛豆。另外料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有1包吃得到毛豆颗粒、真材实料、分量又十足的酱包，让大家能够吃得饱又吃得健康。台南市种毛豆的面积大约97公顷，其中新市区43公顷，占了将近一半。因此有毛豆故乡的称号。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特别为毛豆来代言，尤其看到近年来毛豆产品的应用多元化，唔定係入菜、入面，还佫有真侪新的吃法，真值得推销。国外的客人特别喜欢。那既然日本人都很喜欢，怎么可以我们台湾人反而不知道新式毛豆这种好东西呢？所以不仅在日本料理看到，不仅在这个餐厅看到了前面的配菜小菜而已，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蛋白质补充剂。那我觉得其实多吃，你要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我们觉得多吃毛豆的孩子不会变胖，所以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品，不仅是入面，不仅是变成香松，或者是变成冰淇淋，很多的新的吃法，我们觉得其实都是值得我们一再尝试的，也提高了消费者对毛豆的这个兴趣跟他们的好奇。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就是我们的目的。另外，为宣传一年一度新市区毛豆产业文化节，主办单位新市区农会加新市区公所，嘛特别请来一位气球达人的表演，将人装入去大大的绿色气球内面，模样就亲像毛豆同款。今年毛豆节以幸福、休闲、新世代为主题，将伫11月7號伫個新市3里的聯合活動中心來登場。活動有毛豆產業的體驗營、
新竹走秀、食农教育、加青农的市集等，欢迎民众踊跃参加。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国内首度用红门图作为创作主题艺术联展，现主时伫台南市庆中街乐在其中共创基地登场。这个展览由一国内8位艺术家甲团队共同参展，透过无同世代艺术家的观点，来传达红门图文创的各种面貌。水泥为原本只是建筑材料，到现在成为艺术创作媒材。艺术家运用个人的观点以及卡数，将水泥创作富具美学意涵。现在嘛有愈来愈侪人介绍这项艺术。而国内首度以水泥作为主题的艺术联展，目前嘛正伫咧庆中街86号开展当中。水泥画给我最大的要跟人家分享的，其实就3个字：不完美。因为不完美的材料，因为不完美的呈现，让我们觉得我们在要求完美的时候，反而牺牲了太多的我们自由自在的心境。我们的雕塑主要是以水泥加纸浆的结合下去塑形，发挥水泥干燥以及可以放置室外当做公共艺术的特性，再结合纸浆的轻量化，打造一个可修复性的雕塑。因此，我们雕塑不但具有外观上的视觉响应以外，还有重塑性的功能。这次参展艺术家以及团队包含黄天虎、黄忠玲、尼尼木木、创设小木工作室、上泥手作工作室、半糖去冰发豆、职人手作、铁棒水泥工作室等，就由无同世代艺术观点，展现出水泥文创的各种面貌。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为了提升市民对失智症的认识甲友善的态度，市府社会局甲台南市基督教青年会社福慈善事业基金会合办一场健行活动。25号下晡2点，将伫南岛路起行。主办单位欢迎市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软板这个词的由来是源自日本为了陪伴失智症患者的理念所创。引进台湾3年时间，伴走活动已经累计行过486公里，超过1万人的响应。2020软棒台湾台南场嘛即将伫咧25日登场，透过健走的活动，陪伴失智症朋友以及家属行出户外，让更较侪人认识失智症的议题。我们也结合很多我们的伙伴，我们的相关的长照单位，咱这会来行，这会来宣导。然后刚好也结合湾街65周年，有运动会，有音乐会。我想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软板的行走，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却聚集的至少有5000个人以上，会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失智老人是需要被大家一起来了解、一起来认识的。我们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可以来更清楚，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陪伴、照顾、来帮助这些老人。根据统计，台南市失智人口将近有24000人。占总人口1.28%。为了加强失智症照护能力，市府嘛编列预算，逐年增加照顾的据点。在台南市的部分呢，那目前为止我们有1个失智家园，还有40个这个社区服务据点，还有6个社区共照中心。透过这个部分来协助这些失智的长者。那依台南市目前为止的65岁以上的老人呢，只有308000多位。那相对的，我们有一个盛行率来推估的话，约大概有24000多位。当然，其中包括轻、中、重的这个程度嘛。但是在长照的角度上的话，我们是尽量未来要从这个地方来去扩展更多的一个服务据点跟长照的失智的一个照顾的一个中心。2020软棒台湾健走活动，25日下晡2点，将伫咧南岛路起行。东港现场嘛有长照议题闯关的游戏、绘本分享、体适能检测等活动，欢迎民众积极参与，了解失智症议题的重要性。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最近假新闻的议题对社会影响持续扩大，所以上主青甲三观农有线电视特别前往安乐妇幼关怀协会，向参加课后辅导的各中小学生来推广媒体识读，和媒体所用的教育为细汉查根。
设立已经13年的阿诺妇幼关怀协会，除了关心服务弱势妇女和儿童的各项权益，其中学生课后辅导也是重要一环。对时双的心和三光网有线电视团队有感网络的普及，假新闻对社会影响持续扩大。为了让这一群国中小学生从小知道如何分辨讯息的真假，进一步防止散布，19号下午特别到场，以了解资讯来源、检查发布日期等8步，以及要查证、不轻信、不转发，来积极推广媒体识读。每一则新闻里面呢，去看看说，作者是谁？譬如说，今天来了2位记者。好，那上面我们每一则新闻都会写说，这则新闻采访的记者是谁，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作者是谁。那也可以看得出来发布的日期是什么时候。那你要去详细的阅读看看说，这一个讯息它到底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好像哪里怪怪的，没有告诉你的一个正确的消息。会中讲师除了以假粉专、假借专家等实际案例，让大家更清楚分辨，也透过有奖征答来验收学习成果。学生们都踊跃发言，兴致勃勃。请说明如何判别假新闻。我们这一题可以选2个人回答。惊悚的话题。惊悚的话题，然后呢？然后转告给别人。不要转发给别人。好，对，我算你对。作者的名字、日期。对，好 ，OK， 好，你们2个要记好，你们2个都各拿到一份礼物，我待会一起发，好不好？就刚的活动可以让我们知道有哪一些是真的新闻还是假的新闻，然后也可以分辨，假如是有假新闻传给你的话，也可以知道怎么分辨，就是用哪一些软体来去分辨。就如何判别假新闻，跟防止各自被骗。对社会学生的关心甲付出，今仔来到这，要教咱安怎小朋友知影安怎分析新闻，啥物是真的，啥物是假，安怎分辨，若是假，就慢个安尼跟着分享，跟着做那些传播。挡不住时代浪潮，学生从小1人1只手机已不足为奇，但是如何运用手机构图拍出一张张完美帅照，就不见得人人都懂。主办单位现场也公开秘诀，实际让学生当模特儿、当摄影师演练，过程相当有趣。当然，每一个人媒体的素养、观念和解读各不相同，但是相同的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打击假消息，人人有责。打击假消息，人人有责。记者郭文吉和乔邦台南报道。新闻之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3度到30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10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